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公敌，自由的、有尊严的活着是每个人的天赋人权。发动恐怖袭击的只是一小部分人，他们代表不了任何的民族或者地区。在世界上，有些国家或地区的人民在遭受某个个人或者团体的恐怖袭击，而东突厥斯坦人民正成为国家恐怖主义的牺牲品。是的，常年来独裁专制，连自己制定的法律自己都敢践踏的共产党政府，利用国家恐怖主义手段，无情地屠杀着东突厥斯坦人民。中共政府在东突厥斯坦明目张胆地进行强迫同化和种族灭绝政策，通过各种欺骗、诋毁和污蔑的手段，让国际社会相信被迫害的维吾尔人是恐怖分子，连家里的刀都被铁链紧紧拴住的维吾尔人，为维护最基本尊严的合理反抗，在中共的欺骗和污蔑之下，在国际社会上反而被某些人认为是恐怖主义者。然而，多个国际观察组织认为，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的反抗是对中共残酷统治的抗争行为，无辜逮捕入狱、不公正的审判、严刑逼供、随意杀害，还有几百万被关押在集中营的维吾尔人所遭受的折磨，只是中共政府进行国家恐怖主义手段的冰山一角。维吾尔人是热爱和平、包容、公正且文明的民族，拥有着真诚且正确的宗教信仰。中共政府一边对维吾尔人进行国家恐怖主义手段的迫害，另一边在国际社会抹黑维吾尔人是恐怖分子，这充分说明他们里外不一、欺骗世人的本质。我们提倡世界上所有有正义感和良心的人们抗议中共政府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让中共政府立即停止种族灭绝行为。